建城特别满400栋的府城，伫城市内面街区之间嘛，是会当感受到充满历史文化的古早味。这摆透过向中央来争取经费，办理赤坎曙光的专案完成了后，市长会替4号上午亲身到办理专案的区域来进行视察。赤坎楼的整个园区跟这边的包括广安宫包括万福安这些都连成一气的城市性古宅，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除了它本身的历史意义之外，它的建筑结构非常美丽，而且是官宦人家的一个旧宅。市政府费尽千辛万苦，第一个征求陈家后代的同意，第二个能够跟中央文化部争取经费，总共这个接锅整理的经费大概1亿又9千万，所以说是非常多的一个金额。感谢文化部的帮忙，可以让台南市的古城能够更加发光发热。大家都想到赤坎楼，但赤坎楼旁边是围绕一带一群的这个现代建筑，但是它现代建筑旁边有很多有古色古香的老宅，可是年久失修。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计划，把老宅重新从尘埃里面把它整理出来。这摆向中央争取1亿9千万办理专案，包括2个古迹的修复，还有2个所在历史街区的整理，并由文化局邀请市长做伙来共同视察。今天市长特别来视察赤坎曙光的这个计划。那在赤坎曙光这个计划，其实不只是赤坎楼的整修而已，其实还盖了很重要的古迹，就是陈氏新古宅。那也有将近300年历史的这样子一个老宅，终于在大家期盼之下，终于来完成修复。我想这也是市长上任之后，其实非常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古迹。那另外就是包括万福安的这个庙城的广场。那这个庙城广场因为跟整个所谓的赤坎的历史核心区整个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整理好之后，其实就跟整个巷弄结合在一起，民众在行走上就更加的便利。那另外第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广安宫。那广安宫其实已经历经快20年，一直没有办法整修，所以黄市长上任之后来协助，也列入赤坎曙光这个计划，那也在这一次一并的把它完成。在现赤坎曙光专案经过整理了后，提升环境的品质，还有增加街区的空间，嘛，让居民会当感受到老街存在价值，展现古都生活的历史风华。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